大家好啊！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係奧園城市天地2022年嘅一個樓盤嚟嘅準新房，而且呢個單位咧未住過嘅，拎包入住一個狀態。包括我哋而家呢個廣場咧係小區入邊㗎，停車有2層地下車庫，而且呢個晚上係比較熱鬧啲。而家上去睇睇熱鬧啊！上到嚟單位呢度咧，入門口我哋一個鞋櫃啊、燈帶啊，全部整備齊全。而且我哋呢個單位特別啲，中空大廳嘅，所以就唔會話有壓抑咯。呢啲係等於講俗稱嘅國際樓啦，但係有2房，房產證面積47個平方，大概去到500尺嘅。而且呢個特別係中空大廳咧，就唔會有壓抑，整體開間去到2.8米，有一個睇電視嘅距離係足夠嘅。而且我哋呢個單位咧，唯一一個帶一個外陽台㗎，成5棟電梯樓得呢個會有一個外露台，自己業主去加建有俾錢嘅嚇，而且可遇不可求，最緊要呢個單位仲要係通天然氣㗎。唔係單單用電，而家天然氣嘅一個罩頭同埋我哋熱水爐都齊全整備晒㗎啦，直接你拎包入住，帶上你嘅衫就可以啦。包括我哋呢啲燈帶啊、牆體啊、掛件啊、脫都有用心咯。我哋1樓又帶一個工位，睇睇我哋做咗乾濕分離嘅，拎包入住嘅狀態。而且我哋就算係最矮嘅位置呢度咧，都唔會話有壓抑感。最緊要係中空大廳。送咗俾你，我哋實際一個使用空間係去到差唔多70個平方嘅。我哋睇睇2樓一個房間，呢邊咧我哋門後邊咧係一個櫃嚟嘅，而且呢個空間係1.5米嘅大床，做咗榻米，入邊係實用空間 OK 嘅，櫃嚟㗎，呢啲全部都係直接可以使用啦。而且我哋2樓都唔會話頂頭咯，大概係2.0米一個高度，都係望住我哋中空大廳。主人房呢邊，你睇睇，而家係放咗2米嘅大床嚟㗎。呢個位咧係比較多人做咗衣帽間嘅，呢個位都係好深嘅1.幾米嘅一個深嘅一個衣櫃，全部都舒舒服服拎包入住，唔使你再去操心啦。而且呢個單位而家係30零個直接上車，包括電視啊、空調啊，全部都係搞掂晒㗎啦。你唔使去再操心咯。而家係30零個，距離火車站步行10分鐘。有興趣帶你睇睇現樓啊！